后来继续来看屏东市大武路瓦建国路口，昨暗连续3届发出着爆炸声，人空挂一直来庆烟，阁有震动的雅士味。住户外要惊时，赶紧来通报，就惊高雄起爆的事件阁来发生。加在调查了后，是台电的超高压的电缆来出状况，唔是雅士供线的问题。 人空挂直直庆出白烟，空气中阁有加水臭味，甚至阁传出爆炸声，甲民众惊到。在家里就听到比较大声的爆炸声，下楼查看的话，就还有第二声，很大声，很大声，那个电还有熄掉，然后又亮起来，就是这样而已。然后下来出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有烟雾。代志发生伫昨暗时9点，屏东市大武路的居民烦恼和高雄起爆事件同款，赶紧报警。人孔盖有冒烟的状况。 我还没下车啊，不敢靠近稳啦。警消人员封锁的时，阁传出爆炸声，甲因惊一跳，赶紧喷水警戒，而且出动气体侦测系统侦查。居民讲，其实这个臭味已经有几啊天啊。有闻到，但是已经有好多天了。初步检测排除加速外泄，现场怀疑下水道的沼气造成的，一直到台电人员来检查。这头有一点绝对没有危险。台电人员表示，可能是超高压的电缆线，伫接线的所在出现问题，才开始庆烟。后续会来换新的电缆线，安尼就无大问题。不过，伫暗时出现这么大声的起爆声，或者居民拢惊一跳。